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9章29到40节，和合本圣经在111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耶橄榄山那里，就打发2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以上。这时候请刘应燕传道来讲道，题目是抓住盼望的线索，抓住盼望的线索。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因着主耶稣的救恩的盼望，我们能够从这世界再回到他的家中。这个家中是奉主的名所设立的迦南基督长老教会。我们因着主的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永远的慈爱来爱我们，使我们得以被主你十字架上的爱、十字架上的宝血重价来买赎。我们原本是不配，主，你看我们为宝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坦然无惧，在这里尽情来敬拜你。主啊，我们在这里献上自己，主，我们也要聆听你的话语。我们本是听也听不清楚，看也看不明白，恳求圣灵亲自启示我们。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成为我们生活的帮助。谢谢你，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我协谈硕士的期间，我受到一个医生他的治疗法影响非常大。这个医生叫弗兰克医生，他曾经有一个这样子的案例，有一个自杀意念非常强的病人，诉说的他一辈子辛苦，特别是他来找他治疗的这一段时间，他所遇到的困难实在是听了让人心痛。怎么这世上会发生这些事？就发生在你的身上，就发生在你的身上，真的是让人没有办法继续活下去，觉得好像死了算了。富兰克林听了这医生这个病人的话很久之后，摸摸他的下巴，他问这病人说：“那你为什么不去自杀？”这个病人被这个问题给问了吓醒。啊，你是一个医生，怎么会叫我去自杀？不像别的医生一样，请我去把这些念头，不好的念头，去，不要想，不要想。我们有多少亲人常常想说：“我死了算了啦，不要理我啦，
哎呦，你不要这样想啦。这个医生不是，这个医生说，你怎么不去自杀？因着这句话，这个病人开始去想，他一辈子这么辛苦，走过这么多真的活不下去的路，他怎么如何活到今天的？当他去想的时候，他发现，哎呀，他生命中有一个声音，生命中有一个暖流，因为他曾经有人默默的爱他，默默的递一个小小的饼干，默默的用深情看着他，爱着他。我曾经在一个记录里面，一个自传里面看到一个这样的故事，说有一对姐弟，他们从小就没有这个父母，他们被带到那个孤儿院去。这个姐弟越来情况越糟，甚至这个姐姐因着重要的他呢又过世，他觉得人生已经没有信靠，没有一个依靠，于是他的精神开始大乱，他就开始哭，因为这个重要的他人又离他们而去。为什么总是我一直失去？我才10几岁。这个姐姐哭到眼睛都快瞎掉，精神崩溃。于是这个孤儿院把她送到疗养院地下室最下层，因为她常常会歇斯底里。这个疗养院里面所有的医生跟护士说，大概没希望了，眼睛又看不见，每天哭，没希望了。只有这一个疗养院的拿着扫把扫地的妇人，觉得总有希望吧，这个生命总要有人去爱吧。于是他每次在扫地的时候，他有的小小的饼干的时候，他就是把它包起来，等到他扫地完、清洁工作做完以后，他就爬到地下1楼，那个阴森黑暗、让人感觉不舒服的地方，就一个小女孩，被认为是精神崩溃，在那个角落哭泣，哭到眼睛快瞎掉的，他就塞给他。孩子，吃了吧，吃甜甜的，你的心会甜起来。吃甜甜吧，你的心会甜起来。耶稣爱你。这个小女孩在那阴森当中，心暖起来。1次、2次、3次，一个小饼干。吃甜的吧，你的心会暖起来。耶稣爱你。大家都认为这个小女孩没有希望了，已经疯了。这个小女孩因着一次一次的小饼干，一次一次甜在心里，一次一次知道这世上还有人在乎她。于是这个小女孩有没有越来越惨？逆转胜 ，V 型反转，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甚至于好到，这个精神科医生说，怎么可能你好啦？是什么让你活起来？是什么让你健康起来？甚至还有人最后发现他眼睛根本没瞎，他脑筋没有问题，只不过是近视而已，帮他配一个眼镜。那时候眼镜的技术正好才发明出来，所以他戴了一个厚厚的眼镜，他看得清楚以后，他人生就从黑暗中亮起来。他再看清楚，不只是他眼睛，是他的心整个暖起来，因着那个小饼干甜甜的甜起来，因着小饼干一个清洁的妇人
说耶稣爱你，虽然你已经没有亲人，耶稣爱你。这小女孩看得见以后，开始很会读书，开始长大到一个地步以后，她去教一个人，她用她曾经领受的这个爱去爱一个人家觉得她已经是疯了的一个女孩子。因为这个女孩子跟她曾经一样是看不见，但这一次她是真的看不见，戴再怎么厚的眼镜都看不见。这个女孩子叫做海伦·凯勒。海伦·凯勒因为遇到这个曾经跟她一样快瞎了的人，在绝望中，在地下室经过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因着一个甜甜的饼干，因着一个爱，这个爱是来自上帝，用永远的慈爱来爱他，是透过别人。于是他能够爱这个海伦·凯勒，这个人家觉得他已经无可理喻的小女孩。您知道吗？海伦·凯勒影响多少人？影响着你跟我。是的，一个人不管你几岁，一个意义可以决定一个人能不能乐活，可不可以快乐的活。一个盼望决定一个民族能不能存活。今天是棕树主日，棕树主日的意思就是说，在耶稣那个时代要纪念耶稣进城的时候，而且接下来从今天开始就是我们的受难周。我们的耶稣他活着，他出生，他就是为此而生，走上十字架上的道路。这一条道路是受苦必死的道路，这是一个呼召，这个呼召是让他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是超越他自己人的身体，他知道他活着是为此而活的意义，这个叫呼召。他走上这必死的呼召，这必死的呼召不是忍受而已，更多的他接受了这样使命，走上，而且走上这个必死的呼召的路程，他怎么样子聆听顺服神。亲爱大家，你的呼召是什么？这个呼召让你的生命能够有意义活起来。你觉得说，我的生命，我的身体不是一天一天衰落而已，我们何尝不是走在必死的呼召吗？谁敢说不是？没有，我们都是走上这一条必死的呼召。但是我们走上这必死的呼召，我们是忍受很痛苦，还是我们有一个意义，跟耶稣一样，知道我活着的意义？耶稣知道这个意义，所以他能够忍受，他能够享受这必死的呼召。我们今天也要透过耶稣走上这个必死的呼召，我们要跟着他走这条路。我们的生命一样是必死的路，必死的呼召。我们怎么样从忍受到接受神的恩典，到享受与主同行？我们看到今天的这段经文，看到这个图就知道，这一天棕树主日的这一天，耶稣进城的时候，有多少人来欢迎他？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早就已经预备，甚至他说他打发2个门徒先去告诉他们说，你们到前面的村子里面进去的时候，会看到一匹还没有人骑过的小驴驹在那里，你们要来解开它，牵它到这里。如果有人问你啊，你们就说主要用它。他们就去了，正是跟他所见的一样，像耶稣跟他讲的一样。这些事情都一一发生，因为神已经掌权在过去、现在、未来里。
亲爱大家，过去、现在、未来你的生命，我的生命，神也已经掌权。在这必死的呼召里，我们一定会遇到许多的困难，但我们是不是抓住那个意义？你活下来的意义，你有找到了吗？耶稣有，他知道，他今天就是这个主日，他必须要人知道他。这一天，他必须要展示他是弥赛亚，他确实是上主所预定的弥赛亚。我们可以知道，回到在当时候的这个场景，我们来找寻一下，这个场景是非常欢乐，但是也非常吊诡，因为非常的紧张。在当时候罗马的社会，看到那个犹太人，他们很怕他们造反，这是他们的宗教的这个节期，是朝圣的日子。其实大家都应该要进这个耶路撒冷，可是没有办法，所有的人都住在里面，大家都是会住在近郊的地方，到了这一天才进城，所以他会离这个城不是很远，大概2-3公里而已，走路就可以进来。走路就可以进来。但是我们看到刚才的这个情景，大家都走路，却只有谁？耶稣比别人高一点。别人都走路，如果耶稣不是骑着驴进来，他大概被淹没在这些人群里，不知道，人没有注目到他，看不到他。在这样的现场里面，在这样指耶稣要走上必死之路、受难之路的现场里，有没有任何的线索是可以让人活下去，可以让人有盼望的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场面的线索，你要从跟平常不一样来看起。我们看到这个景象，想象一下，为什么耶稣要骑驴进场？既然他是大家所期待的弥赛亚，他曾经行过这么多神迹奇事，也是我们大家所要期待他来拯救我们的，怎么会骑驴？有够驴吧？这个君王应该骑什么才能够雄赳赳气昂昂的啊？应该是什么？这个吧，对不对？而且黑马是最好嘛，我们总希望我们是黑马嘛。但不是但他是骑驴在马太福音就引用了旧约说：“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还不是什么，还不是那个成熟的驴哦。”线索2，奇怪了，耶稣这么大，驴驹这么小，他怎么不骑母驴，骑那个小驴呢？这个会不会虐待动物啊？如果你不知道意义，你就误会大了，就像犹太人一样，对这个弥赛亚误会大了。他们觉得这个弥赛亚可以拯救他们了，应该是骑黑马，应该是很强壮，而一路赢到底的。但不，在这里线索慢慢告诉我们，耶稣骑着驴，代表着温和、和平、温柔，代表着爱。甚至他骑上驴驹，代表的是被神用，是神圣的。因为在旧约里面就告诉了我们，要用献祭的东西是不能被使用过的，所以要用怎么样？所以要用驴驹，这是有线索的，这是有意义的。再来，耶稣不是一向都行了神迹奇事以后，他就赶快避到必近的地方，甚至还告诉人家说怎样？嘘嘘嘘，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非常低调的。何以耶稣今天这一天这么高调进入到耶路撒冷？大家都是走路
就你骑着驴驹。那么你想，是不是很多人就看到，哎，驴驹，哎，进城骑着这个属于驴驹的耶稣是曾经行过很多神迹奇事的，哎，是不是告诉我们什么事啊？或许你我不会想起，但是犹太人保证你，他一定相信，因为在他的集体的民族意识里面，他们发现从上帝来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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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码来了，暗号来了，因为在他们的民族里面的民族的记忆里面，在圣经旧约里面，每一样都符合就是耶稣这个行神迹奇事的，就是弥赛亚就是要来拯救我们的我们有救了耶稣也是透过这样子告诉大家，明白的说，我就是弥赛亚，是基督，要来拯救神所爱的每一个人，是以色列所期待的那一位。只不过所期待的可能犹太人误解了，因为这一群人，我们看到经文说，这一群人怎么样子的欢迎耶稣，怎么样子来呼叫这个他们所看到的，他们认为这一位说，愿上帝赐福给奉主名来的君王，天上有和平荣耀归于至高上帝啊！快，现在就来拯救我们！快，你就是我们的弥赛亚！快快快！现在就是现在！主啊，你救我！快救我！我快不行了！主啊，你不是要让我居高不居下吗？你不是让我永远是第一的吗？不是我求了你就祝福我吗？你不是马上就来拯救我吗？我怎么还这么惨兮兮？主啊，你真的是这一位吗？我们是不是也误解耶稣了？就像当时候的犹太人误解了这位耶稣是能够赢的，因为他们一直认为上帝的荣耀就是那使我们已经好几年让我们国家已经亡了欺负我们的这些国，特别是在那时候罗马，你们欺负我压制我们没关系，我们有上帝，我们有那个拯救者，有一天我要报复，有一天我要报复，你们就知道我有神可以靠了，因为有一天你们要惨兮兮，跟我现在一样惨兮兮呀！亲爱的大家，如果是这样，很抱歉，你所信的耶稣如果是这样，我要说你误会了。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让我们可以得胜，但不是使别人惨兮兮，你就趾高气扬；不是那个迫害你的人得到报应，而且还气得牙痒痒的，不是。那是什么？那是爱。就是当时候的犹太人，他们误解了耶稣。同样，这些人欢迎耶稣，但是没有出1个礼拜，同样这些人喊着什么？定死他，定死他，定死他！因为他们绝望，怎么跟我想的耶稣，跟我想的基督不一样呢？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信仰里面，我们所信的耶稣，是那骑马是黑马的吗？是我祷告就应验，如我所求的吗？传道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大概25年前，曾经在我的家，我们有小组。他的太太得癌症，让他回到家中教会来，因为他已经离开教会快30年。他的太太以前不是基督徒，
但是后来他得癌症的时候，教会帮助陪伴他，而且让他知道这必死的路，你可以享受，不是绝望的。因为这条路的尽头，在人最后的时刻是有盼望，是永生的盼望。后来他的太太真的走到人生最后，他也发现他太太过世的时候很安详很喜乐，甚至把他再带回教会。他的孩子都非常优秀，特别是他有一个儿子本来想他当这个科学家，所以他读台大物理系，当时候他用第一名，就是第一个优先录取，就是他可以更好，但是他就读物理系，因为他要成为科学家。因着他大四的时候，他妈妈乳癌过世，他就决定他先去服兵役，他找到他人生的意义，他找到他人生的呼召，他要来帮助那癌症的人，因为他妈妈有4年的时间乳癌，非常痛苦。他服完兵役回来以后，马上转考重考，等于考大学毕业以后，等于又考一次大学联考。神是听祷告的神，知道神也为他预备，这是他要走的路，所以就让他没有补习，就考上台大医学院医学系。他很努力的读医学院，要读7年。在他这个见习的时候，6年级的时候，他爸爸开始觉得怎么会一直瘦，越来越瘦。后来去有一家医院，也算很大间的，说啊，你这个贫血，就一直吃那个铁质。吃了这个铁质以后，发现没有更好，哇，原来是误诊。他爸爸是得了胃腺癌。在这当中，有件事情发生，就是他妈妈过世之后，他爸爸本来是一个企业家，他心里很难过的时候，他把他所有的印章，公司的印章托给他过世妈妈的弟弟，然后他就去美国，他想要去度假半年。等到他度假半年回来的时候，这家公司的名字，所有权人已经换了名字。换了谁的？换了舅舅的。他的舅舅没有信主，只有他们一家人信主。这个时候很抉择，要不要去告？如果按照法律上他可以去告，但是他们经过祷告以后，他们觉得他们不要告。这一家人让我觉得很特别，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不是强盛，让人去依靠我该有的权益，我就要争到底。不是，他用神的爱来感化这一家人，感化他妈妈娘家这一家人。这个医生，他的爸爸后来真的也过世，在他7年级的时候。可是这个医生，这个年轻人，因着他的爸爸妈妈癌症过世，他找到了一个意义，而且他不是误解这位拯救者，他知道这位拯救者是爱，是用温和的爱，所以他现在成为一个很好的良医，因为他可以知道人内心深处最深的软弱跟苦境，跟人的多变。人多变，人真的不可靠。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得很快，你追不上。但只有神用永远的慈爱来爱我们，好不好？我们不要误解这位弥赛亚，这一位拯救你的，他要我们走上的这一条路，或许你会觉得很痛苦，但传道真的要说，这个痛苦是一下下，但神的恩典会留下。
痛苦是一下下，神的恩典会留下，而且我们就走在这个神给你可以来荣耀他名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得胜的方式，但是一定是得胜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从这里线索，我们得到的盼望是：一，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我们受苦难，但有上帝的荣耀。感谢主，我们受苦难，但是我们有上帝的荣耀。但不是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所领受这样而已。我们今天很苦难，我们今天成为这个流亡的国，但是我们有上帝的荣耀，有一天他要给我们报复。不是，我们受苦难，但上帝要得荣耀。这个荣耀是神的心意，因为神就是爱。我们受苦，神因为是他的爱，让我们因着神的爱，我们可以得着这样子的盼望。是我们活着，我们活着的意义就是要荣耀神。我们第二个盼望是，我们受苦但有上帝的应许。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我们受苦难但有上帝的应许。是，我们受苦，上帝应许他必与我们同在。在旧约先知撒迦利亚书曾经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驴驹来到这里。先知告诉我们的事情会应验，旧约告诉我们的事情会应验，因为神应许他必要与我们同在，而且使我们能够得着那个在苦难中的盼望跟力量，使我们活在这世界，我们能够有用神的真爱活出不一样，让我们用神的真爱可以来改变这世界，让所有的人可以看到，可以改变世界的力量是在哪里？在爱。因着爱，你就可以忍耐一下；因着爱，你就可以知道我的意义是什么；因着爱，纵使我苦难，我都可以再坚持一点点。我的儿子从小就是异位性皮肤炎很严重，一打开全部都流血，身体都是，整年他都需要穿长袖，不然他都会被笑。他甚至于去学游泳，50几个人一看他第一次去学游泳，所有的人全部去跟教练说，如果这个同学要来跟我们同一池游泳的话，我们全部要退费，给他一个人游就好了，因为他们认为异位性皮肤炎会传染。从小这样的苦难，但是他有一个应许：主啊，你爱我呢，你知道我这个很痛，你知道你不像别人这样看我，你爱我，我就为你多坚持一点点，一点点，多坚持一点点。什么是勇敢？多坚持一点点。我的儿子不聪明，他常常在苦难中，但是他总是说主爱我，我要勇敢活下去。因为他曾经说，在国小1年级说，妈妈，上帝为什么要生我，让我这么痛苦？但上帝跟他讲，孩子，这些都是爱的印记，这些伤口你只要多坚持一点点，你就是勇者。什么是勇者？多坚持一点点。哎，真的耶！他每一次大学考试的时候，大一的时候，3科60分，都刚刚好。所以他一生记得，他常常都是，他连大学联考都是，差一点点就不会过，差一点点就不会过，差一点点就不会过，但是总是会过。亲爱的大家，受苦的时候，我们好不好想，神的爱让我们可以成为勇者，生命的勇者，
什么是勇者？再坚持一点点，因为我不坚持我就不会过。再坚持一点点我就过了，再坚持一点点我就过了，关关难过。阿们，是因为神哦，不是我们哦。关关难过，关关过，因为主与我们同在，这是他的应许。我们在苦难中，我们有神的应许在我们的当中。第三个盼望是，一起来，我们受苦难，但有上帝的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这是上帝的话明明告诉我们的。这个神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你会在苦难中，你会常常问上帝你在哪里？这个很多人问啊，这世世代代都在问上帝你在哪里？上帝我很苦。你们苦吗？苦哈哈吗？感谢主，我们苦哈哈，我们就会哈哈笑，因为我们有神，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怎么说呢？在圣经每一个地方都指向上帝站在受苦者的阵营里。上帝不是在那个欢笑人的阵营里，他今天在经文里面就是走上那个受苦十字架上的道路，他自己走过这个受苦的路，他也在这个受苦的阵营里。有个神学家说，上帝并没有阻止艰困的事情在这个自由又危险的世界来发生，而是跟我们一起来分担。亲爱大家，你有没有曾经想过，你怎么从苦中过来的？是不是常常有一个把握，有一个温暖，有一个感觉，有人懂我，觉得怎么我昨天刚刚还不是很高兴很不准，怎么又有精神起来？这就是神透过人事物大自然让你知道他与你同在。如果你是受苦者，跟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被人唾弃，被人忘记，被人背叛，被人辱骂，被人侮辱，神仍然说赦免他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神走过这个苦路已经得胜，我们也一样走过这个苦路，我们要跟神一起来得胜，因为神跟我们一起分担了。耶稣在哪里？上帝在哪里？上帝如今临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愿颂赞，请。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阿们。我们如今所受的，我们真的可以去安慰那受过跟我们一样患难的人。耶稣在十字架上即将受的苦，因着他我们可以得着安慰，因着他所受的伤，我们可以得着完全的治疗。所以说他是最好的负伤受伤的治疗者。上帝在哪里？他在我们的教会，因为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曾经受过苦。没有受过苦的人请你举手。没有。有受过苦的人请你举手。有吗？好，有受过苦的人举手。可见没有睡着哈。我们因着受苦，神用我们。我们因着受苦，我们人生有意义。上帝在哪里？上帝已经在为我们预备新的家，我们是有盼望的。在未来里，上帝要重建这世界。神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所以我们有盼望哦。虽然是必死的道路，必死的呼召，我们能够享受必死，因为我们有盼望，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那个地方，而且他不止在天上，他在地上与我们一起同在。
与受苦受难的人同在。在教会中，我们要成为神的一起，与他同工。今天我们除了是棕树主日以外，我们也是要清明扫墓。很奇妙今年2015复活节跟哪一天同天？清明节同天，一个是死，一个是生，生死同天就活了。死生还是生死？死生，因为我们是生的嘛，我们先死，然后就生了嘛。所以，亲爱大家，我们是死了又生了，真的，我们没有想过吗？我们每一次去扫墓的时候，就会想到，哎呀，过去的人一直在对我们说话。所以这些一直对我们说话的人，他死了吗？没有他是活的死人，活的死人一样在说话。有一个拉维，一个护教家，他在儿女儿孙都长大的时候，他去扫墓，扫他从来没有扫过的墓。这个墓碑上写着，一起来读，请。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他看到这个他祖父的墓，他从来没有去扫过。他到了那么大的年龄，50几岁，没有去扫过他祖父的墓。可是他看到这个墓碑写的字，他跟他太太两个互看一眼，心里惊喜、惊吓，知道这一位神是又真又活。为什么？因为在他17岁的时候，他自杀，被人家救起，急救在医院。那时候，他的家庭非常惨淡。他17岁，他觉得他人生没有盼望，他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在医院的时候，有其他的教会的人就来看他，给他一本圣经。那时候他的妈妈没有到教会，他从圣经当中，他妈妈就读，因为他真的不想看也不想听。但很奇妙，他妈妈读到约翰福音14章19节，他妈妈也没有去教会哦。这句话，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因为神活着，我们也要活着；因为神已经活了，我们也要跟他一起活着。17岁的孩子开始对这本圣经有兴趣，开始读，而且越读越有力气，越读越有力气，越读越有力气。到最后，他找到人生的意义，成为有名的护教家拉维撒加利亚。这张图有没有觉得很熟悉？记得吗？他曾经去越南宣教，记得吗？有一个17岁的年轻人接受他所传教，然后这17岁的年轻人从此怎样？很辛苦，很痛苦，但神与他同在，他有盼望，他有上帝的荣耀，记得吗？他这个年轻人在苦难中，但是他知道神已经为他已经得胜了。这个年轻人曾经经历什么？在集中营的当中，他不想相信神，但是神怎样？第2天就回应他。他每次去厕所刷洗的时候，就捡到一张纸片，那张纸片上面还有别人的味道，记得吗？影响了谁？影响了这个年轻人，这个越南的年轻人。他因着这样，知道这个纸片叫做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影响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后来到了美国，他又影响了更多的人，只因为一个人，只因为一个人。亲爱大家，我们是有影响力，而且我们的影响力是超越时空的，我们可以代代相传。纵使就像这些已经到神的天家的，仍然在说话，仍然对我们影响，好不好？等一下我们想一下，我们活下来是什么影响我们？意义是什么？
我们决定怎么让我们的下一代仍然想念我们，我们仍然成为以后，现在我们是活的，以后我们成为死了但是却是活人，持续在说话，持续在影响死的活人，还是我们现在是活的死人呢？我们是活着吗？我们活着吗？潘霍华为了信仰的缘故，那时候德国很多的教会其实是支持希特勒的，但潘霍华主张是错的，于是他为主殉道。他讲了这句话，他说：“我相信上帝能够，也将会从万事，甚至是最残暴的邪恶中，产生出美好的结果。为此，上帝需要人容许每件事情的发生，都符合产生好处的模式。”亲爱大家，在你生命中，是否现在正发生了一些事，你会有疑问说：神，你怎么容许这样的事发生在我生命，发生在这世界呢？发生这些不好事的时候，上帝你在哪里呢？亲爱大家，好不好容许每件事的发生？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都要产生好处的模式，要启动那好处的模式。记住一句话好吗？上帝是爱，不是害；是爱，不是害。我们一起来说好吗？是爱，不是害。请，是爱，不是害。当你被骗的时候，你要说什么？是爱，不是爱，不是害。神不是要害你，神是要爱你。当你在最衰的时候，失去所有一切的时候，你要对这位上帝说什么？上帝，你是爱，不是害我。是爱，不是害。请，是爱，不是害。是爱，不是害。当你生病，当你软弱，记得上帝是爱，不是害。上帝是什么？是爱，不是害。再一次好吗？上帝是爱，不是害。上帝是爱，不是害。那么你的人生就会有意义。你在对绝望当中，你就会抓到那个盼望的线索，因为神是爱你，不是害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不是害我们。纵使我们现在在最围困，在最苦难中，主，我们仍然知道你让每件事情发生，允许每件事情发生，主，是你要启动那美好的城市，那要爱我们，对我们生命建造有帮助的模式。我们或许现在不明白，主啊，我们只要相信你是爱我们，不是害我们。主，你是爱我们，不是害我们。主，你是爱我们，迦南教会不是要害我们。主，你是爱台湾，主，你不是要害台湾。你弟兄姐，你所爱的儿女们，正为许多事情被围困的时候，主啊，你爱就从十字架上